呢度簡直係將80年代嘅美式電影搬咗入現實，呈現咗經典嘅 American Style， 唔使傾家蕩產，2萬零蚊帶你玩住美國11日。如果你問我 LA 邊度最浪漫，我一定會話係黃昏時候嘅 Santa Monica。呢度係傳奇 Route 66嘅終點，見到呢個牌個個都會打卡先，企喺下面真係有種行到世界盡頭嘅感覺啊！碼頭上面嘅 Pacific Park 簡直係將80年代美式電影搬咗入現實嗰度，呢度真係完美呈現咗經典嘅 American Style， 隨手影都會有電影感嘅靚相。就算唔玩機動遊戲，坐低吹海風睇表演都已經好舒服，仲有成堆海鷗喺度，香港真係冇呢一種體驗㗎。無論幾時嚟 Santa Monica 都一定要留到黃昏，呢種靚真係會令你覺得自己身處喺另一個世界啊！呢一刻時間真係會為你靜止，淨係得返海風嘅聲音。如果你要嚟 LA 就一定要記得留個黃昏喺呢度啦。